来看去年刑事局去超交警大埔特销集团12个人上班，警方对早又搁查到案外案，发现这个集团内底有3个成员互逼咧落赌，司机就欠钞、欠本票，互关咧领地。这些案的7个人拢互警察移送法办。特勤人员被推入去攻坚。去年7月，刑事局警方查到一个地下跋筊机房，出头的是一个天道明、太阳联名姓江的主嫌，逮捕12个成员，互台中地方法院判跋筊罪。不过后来检警追查，伫电脑甲手机内底发现案外案。这个集团涉嫌犯几啊件暴力、领地的事件，受害者拢是集团的成员。算是应征他们这些博弈集团的员工，然后博弈集团的主权会逼迫诱使他们会去下注，只要他们下注的时候钱赌输了，他们钱付不出来，他就会胁迫他以及他们的家属签本票，然后再拿出赎金来放人。集团的成员洪强表爱用氯马桶的来洗喙，查附近发火了后，再搁掺水啉落，也是用棍仔甲喊。有3个成员洪强表就爱地赌，欠30至180万不等。再个封闭签本票控制行动，而且甲因领地，恐吓要甲因剁脚剁手，或者是袂去干部罪。拿棍棒，然后塑胶条来殴打他，叫他拿刷马桶的马桶刷，叫这些被害人直接刷牙，抄写心经以后，再用火烧成灰烬，然后掺入水里面，然后逼迫被害人喝下去。警方今年7月，佮甲这个姓江的主嫌等7个暴力集团的成员逮捕到案。查扣电脑、手机啊、相簿、各种的棍啊等犯罪证物，专案以涉嫌犯组织犯罪防制条例、刑法加重妨害自由罪、恐吓处宰罪，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